第6排，1、2、3、4，或许这么点。无啦。拢点，第一个。嘿。来，先选好。弹珠的呢？弹珠好。来。哦，赞。我袂知我要去一段还是去到今仔日听到的感受的一段，互你感觉讲印象上深的迄段安尼就好啊。印象好。对。就是迄个讲故事，讲迄个叫迄个，迄种罗马的故事。还是啥物？对一个故事。唐太宗。以德服人。好，我们先跟我们分享说唐太宗的那个289位犯人，那唐太宗是不是以德服人？是。对，后学也是非常佩服，后学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公安的故事。请问各位人很，捌听过唐太宗这个故事无？唔捌，第一届听过野手，甲后学赶快拢第一届听过，足无简单嘞。迄若即马总统发布一个讲要把死刑犯拢放出来，大家安那带咧等，其实也是人心不古啊。因为较早时代背景啊，时空背景甲咱即马嘛无啥共啊，所以其实算讲无一定是完全啦。但是人拢有迄点的啥物善心，你若即个人守信用的人啦，也是讲你。本身有真的真心咧迄个咧忏悔，真心咧修改的人，伊才做会到，对无？无289个呢，迄犯人哪有可能讲真正伊就安尼转来啊？对无？所以今天讲师讲了很多故事，可以让我们启发。我们今天回去也可以再好好的再想一想。有当时咱上课无一定讲会当甲全部拢吸收，对无？借由我们大家的分享，是不是可以再拉回来一点，会当有一个咱的回忆、咱的记忆，佫有收到无？有吼，转去就当安那，佫收一个嘛，当转去甲这个故事讲互咱的厝边头尾，讲互咱的亲戚朋友，要倒伊来迄个来运动的人，来当讲咱弥勒佛的故事有无？迄个大尾罗马有无？有。讲迄个1年4季拢。无穿衫烫巴克迄个故事，这个故事嘛真好呢那无了解对这个故事无了解，来当跟问其他前贤那可以请教把这个故事就是简单叙述，重点叙述就好了。你看，因为佛堂的熏陶，感化了一位那个大尾罗马来混等修版的这嘛是种好的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唱道歌，唔免紧张啊，无要叫大家讲啊，来唱歌这条歌呢，它的名字叫《修得第一顶》这条是那个世界第一顶。